术水阁好，古先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搁再来听歌，咱来研究国宝的歌王文夏头一条作品。十几岁的高中生和亚洲唱片的头家蔡文华两个咧研究，讲来哦，即马新开发电镀的技术，曲盘袂安尼叉叉叫，加真好听哦。咱来管曲盘哦，文夏真正去拜访台南的文学家柯炳丁老师。甲讨一条歌词来作曲，从此一曲成名。到即马，咱称呼伊国宝的歌王。来，这条歌叫做《飘浪之路》，咱同齐来体会伊歌词上界有路感动人的所在。头一拍歌词讲：沉静的江深，窗外风飘一阵，想起旧恨暗伤心，真是风眼薄命。生在乱世佳人，轻的性命，热的爱情归在心所爱的人。古井啊，常在咧招你开讲，讲500担1000担后，咱的台湾若搁原在，人一定会怀念。怀念讲500担1000年前，有迄个写台语歌的歌词的文学家，迄道秘书李白、杜甫所写的唐诗，秘书苏东坡因所写的宋词，遐尼啊熬。柯炳丁这条《飘浪之路》内底字句，真正互人真迷乱。生在乱世佳人，轻的性命，伊就表达讲，因为咱飘过来亦过去。互命运伫咧吹牌，袂输敢若菜籽命共款，毋则讲叫做轻的性命。咱无法度家己吹牌，无法度家己安排呢。柯炳丁的歌词第二拍伊安怎样讲？伊讲错爱的车轮点转误了青春，像花落沉在苦海，毋是爱情落泪。心内有你一人，红的心血，把纯情永远送所爱的人。团年的月亮。照阮心内悲伤，年轻拆伞苦鸳鸯，为你芳心拍碎，为伊抛弃家乡，飘飘何处？青春烟花了结，只有我一心。头拄仔咱伫咧讲，命运毋是家己会当吹牌，打心肝内红的心血。虽然讲我的运命坎坎坷坷，毋过我的纯情八纯情无改变。只有献互你一人，总是团圆的月亮对比讲，咱两个袂输敢若拆线苦鸳鸯共款，为着你芳心拍碎，但青春烟花拢总了结，看家己只有一心，敢若独一心人，安尼叫做飘浪之路。文夏这条歌创作甲互伊大轰动，1956年的时出版这个曲盘，拍响伊的名声，到落尾。吴影老师伫咧制作电视剧的时，原来共款出文夏这条曲，另外写无相像的歌词，歌名无甲改，共款保持叫做《飘浪之路》，因为这条歌确实迄度，确实流传到这当中，互人听，互人的流恋，互人的体会少年文夏作曲的才情啦。